台南市第19年的台南艺术博览会佮新艺奖已经成为全台湾各档3月重要的艺文活动。根据画廊的协会统计，2022年参观人数已经达到今年的150%。咱台销售成绩嘛不断的提升。原本创立的初衷是希望活络艺术的市场，累积10档落来，已经成为台南各档袂当欠缺的展览。同时嘛带动了周边的美食佮相关的观光产业。去年来也非常的成功，今年我想会非常成功。我看有到你们这最大的土地庙去烧香拜拜了，希望，因为不是那个希望大家平安顺利来到台南，因为有来自很多各地的我们的同业，台北的、那个花莲的都来了，我们都来了。也希望在这边得到温暖，台南人热情啊，弄重节，那当然一切我想会很顺利。去年就已经非常成功了哦。去年比前年增加了将近50%的参观的人数，我相信今年应该会比去年多，因为大家台南本来就是一个艺术的城市，台南本来就是一个宗教的城市，台南本来就是一个美的城市，所以这个张理事长被拜托你讲，那对做这人，免拜卖做这人因为被公安一定来支持的对吧那所以说。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老师，因为这样子一次又一次、一届又一届堆叠出来，在这么好的展间，在这么好的有这么好的展商，有这么好的年轻的艺术工作者，我们怎么会怕没有人欣赏？台南市是真侪 YouTube 的美食佮旅游的核心，经过几档的经营，已经渐渐成为一个美食佮文化互相融合的一个美丽城市。欢迎各地朋友会当利用有闲的时间来到台南，感受一个文化艺术之都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